所修曼达罗，首先在所修曼达罗的基盘上放置5堆，中央一对观为毗卢遮那佛，由佛部尊重围绕。所以我们现在这里讲的就是5对曼达的部分。5对曼达呢，就是以5方佛的净土的一个供养的方式。所以呢，我们中央的那一对呢，就先观想主尊这个毗卢遮那佛，然后有佛父尊众围绕所以就是在五方佛的5对曼达的部分。那前面的一堆东方观为金刚不动佛，有金刚不尊众围绕。南方一堆观为宝生佛，有珍宝尊众围绕。西方一对观为无量光佛，有莲花布尊众围绕。北方一堆观为不空成就佛，有结魔事业不尊重围绕，或者如明观归依境一样。那前面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个观想五方佛的。那为什么观想五方佛呢？我们就是在观想五方佛的，就是供养五方佛的所有的佛，所有的眷属，所有的菩萨整个的在五方佛的净土。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呢，就是观想五方佛的净土，供养也是五方佛的净土然后在第二个另一种观想的方式呢，那我们就是在修在这个无家性的时候呢，不是有修皈依的功课嘛？那么我们皈依功课的时候，就是我们有观想皈依境嘛，那么就是按照皈依境的方式来观想。中央以对观为与根本上师无二无别的莲花生大师大圆满传承主上师以众楼室安坐，前面一堆观为释迦牟尼佛，由贤劫1002尊佛围绕。右指一对观为8大随行佛者，由大乘圣者尊重围绕。左持一堆观为身为2省，由小乘圣者身众围绕。后面一堆观为光芒闪烁等方格架类，重重叠叠之放法宝金海。无论如何，已将所修曼扎罗放在供盘上那么这个部分来说的，我们按照大圆满法的这个前心的这个龙泉因地的皈依经的方式。那么这个皈依经的方式来说曾经我们在修皈依的时候发心的时候都已经讲过的，所以呢这里就不用特别多的解释，因为就是按照前面一样的观想就可以了如果有条件，指因事之五供等环绕其中为供养在生苦役所依前。若无条件，则没有所修曼扎罗也可以，以意念明观福田。共37对曼扎罗，左手指持曼扎罗，用右手腕唱主插式基盘，同时内心专注所缘，不算他处而念诵7支供。擦拭曼扎盘的原因，并不是曼扎盘上有不净物时需要擦拭，所以这个必须得要听得懂，因为就是并不是说曼扎盘不干净，所以就是要擦拭干净了以后，每次一看一下曼扎盘是亮亮的话，那就不用继续擦了，那也不对的。每次供的时候必须得要用手擦一擦，必须得用手擦。如果是不是为了要数量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擦的时间长一点，擦得干干净净也可以。如果是为了
数量的时候呢，一般都是这样查一次就算一次，这样查一次再供五对，再查一次供五对，查一次再供五对这样。那么这个都是为了要赶那个数量的时候，但是呢，就是在赶数量的过程当中，质量是非常重要。质量呢，就是那个时候呢，完全是考意念的那个观想清净，然后声语意三个搭配的，就是必须得要完完整整的一个这样的修持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是通过口心的方式尽除自相续中二长的垢染，往昔各当派诸大德供曼扎罗师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知道，擦曼扎盘的主要的用意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有不清净的这种垢染业障的一些这个污染，所以我们必须得要就是擦干净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各当派诸大师的供曼扎的方式。先用树干前面擦拭曼扎盘，起泡升唱后，便用侧面擦拭，又起泡升唱后，那用背面擦拭。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呢，就是要修很多遍很多次的时候呢，那就是手臂跟手内跟手的这个每一个方向都已经是会破皮，然后起泡。那相当也是这个怎么说呢？皮肤都已经受伤了，因为一直擦拭的情况下，但也是在一个方向呢，就是破皮了，那就是换另外一个方向，那就是换那个手臂、手腕这样等等各种，就是这些都是有必要的。擦拭曼扎盘时，绝不能用其他的普乳、染布等，只能用手腕擦。为了追随往昔各当派诸大德的传统，我们也应当如此行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不用怕我们自己的手不干净，或者是手比较脏，所以呢，我们就是用其他的东西代替了，那反而这个是不对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放下我们自己的手有没有干净，这个方面就放下。我们主要是为了，这就是一种苦行那么就是一种苦行，所以就是要手跟身体就是要有累的感觉，要有难受的感觉，那这个就是很对的。那有这种就是今天做功课做得很累，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做完功课以后就不要以为做功课很麻烦很累那就是要以为是今天我做得很好，就是要做到很累，所以应该要这样才对。我生生世世造的业就是不容易能够消除，所以就是能够今天为了修曼扎，有做到我已经累做到我已经难受，做到我已经辛苦，那这是一个佛菩萨给我的机会，而且也是代表我自己的一种坚定性的坚持性已经是一种努力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也是会有一个每次做完功课就是觉得很累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要得到一种成就感，也不要以为是什么这个很麻烦所以就继续做不到这种，而且是要这样一个欢喜心。前面我已经做到了这么好的事情，我都已经做到了，那就是一个欢喜心。接下来我还要继续圆满，更亲近、更殊胜的你这样去想，这个有接下来要有这样的发心，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自尊自恋着看着我